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1年4月23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23篇、创世纪46章28节到47章的第6节，使徒行传第4章第1节到第4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信，是毋信。咱提过信心伫即几工的中间，咱嘛有讲到信心其实是足实际的一个代志，咱必须要对实际的状况来去论，这是咱所提到也分享到的部分。所以信心是一种足实际顶悬的表现啦雅各对伊的囝约瑟还佫活地，实在是感觉真歹相信真恶伫相信。虽然伊的济囝去到伫埃及，买即个粮食倒转来了后，甲伊讲，约瑟还佫活地，并且要求因规家着爱搬去伫即个埃及的高山地。事实就是讲，过到伫即个高山地了后，雅各的心内犹原无法度完全相信伊的囝约瑟还活地。一直到约瑟坐车去到高山地，见到伊的老爸雅各了后，雅各才安尼来表明，伫圣经安尼甲咱讲，我现在亲目睭看见你还活地。就是死我嘛甘心啊！这甲咱讲，雅各是对这个半信半疑的状况，到底完全的相信。然后伊感觉讲已经心满意足啊不但安尼，咱对约瑟的故事中间来去看到，伊为着法老王来解梦了后。埃及的法老王对约瑟伊本身，甲伊的上帝嘛抱着一个相当程度的信心，因此，这个埃及的法老王将埃及全国顶下拢完全交互约瑟来管理。请咱来注意这个背景，法老王是一位外族的人，咱讲外邦人。伊是一个多神偶像崇拜的人，却是因为约瑟甲伊解梦，伊就对约瑟甲约瑟的上帝有信心。咱反倒转来看，这所谓的犹太人、以色列人，因咱先不论讲这个出埃及的时阵，这个以色列人啦因安尼拄着困境的时阵，对着上帝罗卜的这种真恶质的态度，咱看见耶稣受难的时阵的主谋者，敢毋是这犹太教徒吗？因敢毋是上帝的选民吗？甲外族的法老来相比。比比基督徒嘛是这个人，敢毋是安尼？不但造成耶稣基督门徒因安尼来四界逃走，密起来，甚至需要伫自集的时阵，甲这个大门锁起来。后来彼得甲约翰，佫有其他的使徒伫圣神降临了后，因再次得到圣神的充满。满有气力了，因就四界传福音，医治人，互人得到福气。但是这犹太的长官却继续共款目孔赤，因无爱相信因所传的国活的基督，因无愿意看到有人因为因的医治来得到医好，得到帮赞，因只有注意家己的民主问题。其实改变，放弃自我，
甲自尊是信心另外一种的表现。咱要对几个代志来看吼，咱看迄个雅各，伊必须爱放落家己的迄个身段、迄个自尊，才会当互伊的囝去到伫埃及去买牛食，敢毋是安尼？咱看见即个约瑟的老爸雅各，必须爱愿意受改变，伫即个半信半疑的中间，对伊的囝来搬山位去到伫埃及的高山地，虽然伊家己无真爱去。法老王必须爱降落家己来谦卑，承认家己的气力无够，所以伊需要约瑟来甲解梦，伊也来去肯定约瑟甲约瑟的上帝。伊安尼，互即个伊通好做即个真好的一个事工，伫遮来管理。咱看即个法老，甲出埃及的法老王是全然的无共款。一个愿意被改变，一个是无愿意互上帝改变。伫出埃及记的法老王，伊安那顶强啊吼，伊到尾仔着爱赔家己的大囝以及人民的性命。彼得甲使徒因愿意相信国外的基督，因愿意相信接纳圣神的气力，因为安尼因的性命被改变，因就勇敢传福音，伊伫人互人得到福气，无搁再门关起来吼，伫迄个内底安尼，家己伫遐咧啉食欢喜尔尔。过来，咱看去伫迄个美门的门口，因来甲即个摆骹的人来医治。啊，即个摆骹的人安那？生落来摆骹的人，因愿意接受彼得甲约翰甲伊讲哈，金甲银我拢无讨食的人就是敢若要金甲银尔，但是因愿意接受彼得讲我金甲银拢无，因相信伊相信因两个讲的话，所以奉着耶稣基督的名，伊的性命得到改变，这是意料之外的改变啦吼。咱看见无愿意改变的祭司、圣殿的警卫啊、撒都该人等等的人，今仔日的经文，这个使徒行传第4章所记载的，因无爱相信耶稣基督的国法，所以因无愿意被改变。因将彼得甲约翰落伫缸内底，来迫害基督的奴仆。现阵时嘛，真侪人安尼，敢毋是安尼？但是咱看见彼得甲约翰因见证国外基督了后，有圣经的记载，有5000个查甫人信主，这表示有2万以上的人啊，因愿意被改变。你甲我到底是属倒一种的人？咱是相信、愿意顺服主的旨意，互主来改变，或者是咱是无信的，继续行家己的路，互基督的名搁一摆得到损害呢？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4月2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3篇，创世纪第46章28节，到47章的第6节，使徒行传第4章的1到4节。
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与不信。我们提过信心这个事情。那我们知道，其实信心必须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状况来论的一件事情。就如我们前几天也谈到的，信心是一种非常实际的表现。我们从今天的创世纪的经文来回顾一下，雅各对于儿子约瑟还活着，他基本上是不相信，或是说很难相信。即便是他的儿子们去到埃及几次，然后回来告诉他说，约瑟还活着哦，并且约瑟要求他们全家搬迁到埃及的歌珊地去。从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，即便雅各跟他的儿子们一起搬迁到了歌珊地，雅各的心里其实仍然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相信，没有办法完全相信他的儿子约瑟还活着，毕竟那么久的事情了。后来约瑟他就驱车到歌珊地去看他的父亲雅各，雅各才这样的表白，他说，我现在亲眼看见你还活着，就是死我也甘心了。可见我们知道，在见到埃及的宰相约瑟之前，雅各是从这种半信半疑搬家到歌珊地，然后呢看到他之后完全的相信，这时候他表白了自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我想不但如此，从约瑟为法老王解梦这件事情来看，埃及的法老王对约瑟以及他的上帝也抱持着相当程度的信心，因此他将埃及全国上下交给约瑟去管理，命他为这个宰相。但是请我们必须要去注意一个事情，就是这整件事情的背景，应该是说法老王的背景。法老王是一位外族人，所谓的外邦。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？在埃及，他是一位多神偶像崇拜的人。但是因为约瑟对他的梦境的解释，他就对约瑟本身还有约瑟所相信的上帝有了信心。他是一个外邦人哦。那我们反观来看犹太人自己呢？我们先不论到这个出埃及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还有他们遇见这个困境的时候，他们如何对上帝的仆人、对上帝的恶劣的态度，我们就看到新约，我们最近才经历过受难日、复活节，我们看到耶稣受难的主谋者是谁？不就是这一些犹太教徒、犹太领袖、上帝的选民吗？迫害基督徒的也不就是这一些人吗？他们不但造成耶稣基督的受害，让耶稣基督的门徒四处逃窜、躲藏，甚至需要在聚集的时候把大门深锁。后来彼得、约翰还有其他的使徒在圣灵降临之后，他们重新得到了圣灵的充满，圣灵的能力之后，他们到处传福音、医治人，使人蒙福。但是犹太的长官们却仍然眼红，他们不愿意相信，他们不愿意相信彼得跟约翰所传的复活的基督。他们甚至不愿意看到有人因他们得到医治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名而得到帮助。比较坦白来说，这些人只在乎自己的面子问题。
改变，放弃自我，还有自我的自尊，其实也是信心的另外一种表现。我们要从几件事情来看，我们就看看约瑟的父亲雅各，他必须放下身段，承认自己的软弱不足，所以才能让自己的孩子到埃及去购粮。约瑟他必须愿意被改变，虽然他不太愿意的搬去这个歌珊地，埃及的歌珊地，可是在半信半疑当中，他愿意做这样改变，所以就搬迁前往埃及的歌珊地。法老王，约瑟时代的法老王愿意降卑，去承认自己的能力不足，自己的梦境他无法解释，所以他就接受了，肯定了约瑟以及约瑟的上帝。他这个做法与出埃及记的法老王是全然不同的。后面呢，是一个不愿意被上帝改变、很倔强的逞强的法老王，最后他赔上自己孩子的生命，还有人民的性命。彼得还有使徒们，他们愿意相信复活的基督、圣灵的能力，因此他们的生命被改变。他们不再害怕，他们勇敢的传福音，医治人，使人蒙福，不再是躲在房间里面一直饮食、喜乐而已、享乐而已。在美门口生下来就瘸腿的那一位人的，他愿意相信彼得跟约翰，特别是一个在美门口、圣殿门口在弃食的人。当彼得跟约翰跟他讲说金和银我都没有，他竟然愿意相信，这样的信心为他的生命带来意料之外的改变。祭司跟圣殿的警卫还有撒都该人，他们是不愿意改变的，是不愿意相信的。他们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是复活的，他们不愿意相信，他们不愿意改变，被改变，所以他们把约翰跟彼得就下在监狱里面，继续迫害基督的仆人。这件事情现在还都在发生当中。当我们看到彼得跟约翰他们见证复活的基督之后，圣经的记载，使徒行传第4章有5000个男人信了主，照讲差不多2万多个人，他们愿意被改变。到底你我是属于哪一种人呢？我们是相信愿意顺服主的旨意，还是我们仍然不信，继续偏行己路，让基督的名因为我们的心理刚硬再度受损呢？